欢喜在地新闻，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南安平，佫增加一个文化新地标。有100年历史的安平邮局，伫个原地拆除重建，真有特色的检视邮筒，正式甲大家见面。台南市安平区安平邮局经过4档原地拆除重建，举行入厝启用，由中华邮政公司董事长王国材亲身主持，这包括市长黄玉铁、区长以及真侪民意代表，拢有到现场祝贺。尤其前面2只狮子会变成这个打卡景点。王国材讲，安平邮局嘛甲固定古迹安平古堡小对上，而且门口嘛会放安平以上的检视邮筒。安平邮局从1927年到现在，也是伴了很多人的这个从小的记忆了那它也是伴着整个这个安平的这个发展。王国材嘛甲市长黄伟铁做伙种一张希望的树仔栽，望讲见证承载100年记忆的安平邮局，会当以全新的风貌，佮迈向后一个100年。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